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1970年代，黄俊阳报第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国。迄当时，咧台视上悬的收视率有97%，嘛破电视历史上悬的收视纪录。黄俊阳报地内底其中一个角色的名，就叫做真古比，有影是真古比，笑亏嘛是一个武林高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比古比的比，读笔比第4条。其实这字是借用字，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字读做笔，意思就是读或者是行紧的行。目前教育部台语字典是借用这字读做笔，若是照古早的台语字典来看，本地意思是芳，也毋过目前借用这字有一个词读做古比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古比，会当形容一个人真孤僻、真笑亏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个性足奇怪，会使讲是敬我人。笑亏，和第二个词“健丢”同款意思。健丢会当形容一个人真活泼、真溜达、真跳脱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行为怪怪佮笑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囡仔真健丢，也毋过个性小可古比，想要甲伊拌烂无简单。不过，若是当甲伊当作是好朋友，伊就甲你当作始终兼换贴，变做麻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笔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